安安，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，我可不愿意听。谢谢常总，您这么为我着想。安安，你的立场我知道，你的心思我也懂，但是我不想因为我连累到你，知道吗？不会的，怎么会连累到我呢？我现在只想帮着常总您。其实我想说的就是，上次在顾总开会之前，他已经让我在背后偷偷调查了您。听你上司的命令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但是您放心，我绝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报告上去，尤其是关于那方面。你先看看这个菜单，喜欢吃什么随便点，今天我请。吃什么吃啊？我竟然没消呢。小魏女神，您就看在我今天特意挤出来时间，并且锲而不舍地给您打了12个电话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妍希呀，小的在，你最近是不是发大财了？怎么可能呢？绝对没有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以前可是1毛不拔的呀，怎么舍得来这种地方吃饭？还不是为了得到您老人家的原谅吗？所以我痛下血本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话我爱听，再多说几句让我听听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跟我这样的人一般计较。你这样的哪样的人啊？小人。还有呢？梁小飞，你太过分了啊！不要给你3分颜色就开染房好不好？爱点不点。服务员，2份蔬菜沙拉，2杯白水。你看看，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吧？凶恶的獠牙露出来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服务员，点单。